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相信讲，所有咱在做时代拢会交代事实。讲你渐渐大汉，学业完成，出社会，都唔通讲占，唔通讲偏。所有台湾人的父母拢咧讲咱吼，食亏淡薄啊，袂要紧啦。咧教事实讲，吞忍忍气求财。台湾人做人就是安尼，毋则台湾话真侪迄个足够欠的元素。咱比一个来讲，有当时啊，我伫外口面，当着遮乡亲时代人咧讲，哇，恁公司台语台节目做了真好看。我会表示讲，我都毋是台长啦，毋过吼，我要甲你说一下，我相信你毋甘嫌啦。当然，即句毋甘嫌，这正就是顾欠的话，意思讲，我若阁有欠点，毋是无，啊，毋过你看到阮的欠点。你唔甘嫌，唔则甲阮讲赞成的话，是你熬学咯。吼，你甲听，这台湾人咧讲话，真正讲，咱会反省家己，咱会去看家己有欠欠的所在，有影顾欠吼，唔则属于另外一句人咧讲是唔是嘛家己。这台湾人的性啦，那两个囡仔冤家吼，绝对无迄个讲出来占家己的囝的啦，讲家己的囝外道理无啦。台湾人吼，拢带转来讲啊，家己爱检讨啦。讲家己的囡仔互看啦，当然这好甲歹，咱无批评。毋过台湾话应用定定有即个言语，一句毋甘嫌，搁另外一句。当然啦，有当时咧西奶咧讲，人若咧学了讲，哦，恁公司台语台节目袂歹看，我都毋是台长啦。毋过吼，知己的你有影才通讲呢。当然，即句话就爱较亲的吼，大家较有交陪才会使讲。一般的观众朋友当着，我嘛毋敢安尼讲啦。这就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半西奶叫你讲再三确定一下，到底呢有影才通讲呢，无影毋通讲呢。这就台湾人头拄我国情咧讲，真客气迄种的作风啦。啊，当然咱客气对方就会加倍甲你表示讲这有影咯。啊，要加倍表示安怎讲？有一句话较有意思，讲吼你表现较遮好。我真甲你疼惜，毋是干那甲你疼惜尔，我甲你疼会入心。这句原来介趣味，就是讲人若咧讲客气、讲顾欠的时阵，咱还爱表示加强程度。人会在遮客气啊，你毋好大向前，你毋好要甲食豆腐，要甲欺负，毋通。你爱表示讲你有影才好，所以你的表现，互我会一着，互我会疼惜，互我看了，毋若干那讲学了，我阁对你疼会入心。台湾话真正艺术，真正趣味，表现台湾人的作风，就是伫遮啦。